段大车拼，11点，咱同齐为台湾队加油。2024世界棒球12强赛，咱台湾顺利拍入前4强，超级循环赛11点是咱台湾第一场要对委内瑞拉。昨昏是官方安排的练球日，咱台湾队嘛有伫下晡练习。台湾队王牌倒手pitcher林育民，积极热身练球拼球速。另外，伫台澳大战大打拍出3轰炮，给你击到公馆，嘛全精神伫打击练习区，希望明仔对战委内瑞拉，嘛相款会当结出好人。内野接投卡球，外野是接杀 fly ball。台湾队全队伫有限的热身时间，要临北东京巨蛋，就是要甲客场变主场。头一阵的对手委内瑞拉是由几内大联盟的选手所来组成的。中华队明仔先发投手是什么人？大家拢真关心。明天的先发阵容，我们会依照状况很不错的选手，我们先去做联赛。每一个人的一个心态都是非常的一个兴奋的，他们在比赛中能够赶快去投入自己的一个优势。委内瑞拉的队员嘛有几内台湾职棒的投手，其中包括傅纳哥、罗哥，因拢参加富邦悍将，下晡嘛来练球。强调讲，台湾的马打手因拢真熟悉，对输啊赢因嘛无把握。They're in Taiwan, so I know them too. So will be a really good game tomorrow. So if you make a mistake, you probably lost the game. But I mean, it's one game to survive, and all my teammates will be do their best in the field. 这届台湾队4胜1败进入4强，按理开始对战委内瑞拉、美国、日本。按那原本出席参赛资格时阵，世界排名较输美国，所以循环赛每一场拢是成功。不过为着甲台湾英雄加油，真侪球迷战车队拢自费去日本战声。中华队加油！到现场去见证他们的胜利，没错。多一份声音，就会多一份力量。在东京巨蛋喊爆巨蛋，主要花他们帮忙，他们把机型加大，那等于有一个等于专机的概念，那让我们的教练、球员、随行的相关的工作同仁都可以搭同一班飞机一起回到台湾来。4强赛第3天的复赛结束了，会由对战的成绩决定2次冠军季军战交手的组合。那唯一不败的日本会以地主的身份挑战2连霸。不过球是赢的，台湾队会继续挑战历史，全力来拼冠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